求主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一起来呼喊耶稣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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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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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光。再次来呼喊耶稣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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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先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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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光年。感谢主耶稣，用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用恩典为我们的冠冕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亲近您。诗篇69篇30章30节这样说：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在一周的开始，我们来到圣殿当中，献上感谢及赞美，呼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至尊宝座前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宝座上的神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我们新的一周开始，我们来到圣殿当中，谢谢你的带领，让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来赞美你，对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你是至大至尊，你是配得我永远赞美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要常常思想你的慈爱恩典，你的荣耀作为，帮助我从内心深处发自至诚的感谢和赞美。我要感谢你，你应许我，你要以我的赞美为你的宝座。当我赞美你时，你就与我同在。一周的开始，我要向你领受祝福，支取属天的能力和智慧，让我的眼光始终注视在你的身上。感谢你用平安充满我们。我献上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以赛亚书40章29节还有31节这样说：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乏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时邀请大家为自己及家人来祷告，为自己和神有合宜亲近的关系，为自己的家庭或课业或是工作，无论这时境况为何，是顺境或是逆境，是高山或低谷，天父都知道。让我们借着祷告来重新得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家人，你来带领每一个家人和你有一个亲近的关系。主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让我在任何情况中都能一边数算临到自己身上的恩典，越能体会你那信实的供应。困难一定有，恩典一定够。你要成为我的力量，无论我的工作、课业还是家庭人际关系，你都要帮我进入基督的丰盛。
无论任何的光景都充满平安，享受从天上浇灌的喜乐。地上的困苦就不能再拦阻我活出你美好的旨意，使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平安和喜乐，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。恳求你使用我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感谢天父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一起来呼喊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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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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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。我们再一次来呼喊耶稣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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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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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。阿门。以弗所书4章2到3节这样说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。这时邀请大家一起来为教会祷告，求神保守我们的牧师长职、小组长、同工身心灵健壮，灵力充沛，让互强教会与主连结，兴旺福音。也为今天我们的讲师阮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充满神的能力。祝福阮院长以及圣经学院所做的事工，兼顾他们所做的事工，为福音做见证，也为教会推动的幸福小组来祷告，求神祝福每一位进到教会当中的贝斯特，软化他们的心，也祝福每一位福长有从神来的能力。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，从来你的面前，向你呼求，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合一，让每位这种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天父上帝，夏牧师、谢牧师、曾传道以及我们的长职、同工小组长，是神所拣选的。你看你的仆人为至宝，我为我们的牧者、同工献上衷心的感谢。求主将祷告的恩典加添给你的仆人，领受从主来的启示来教导众信徒，让牧者同工越服侍越喜乐，身体健壮，灵力充沛，家庭一无所缺。耶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子，我们各自做肢体，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更要各尽其职，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凡事谦虚、温柔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使互强教会与主连结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，扩张互强教会属灵的境界，让互强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。福音的大人要借着互强教会传到万邦万国。也祝福阮牧师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，让阮牧师的口充满主你的能力。祝福阮牧师所服侍的圣经学院以及他的同工们，兼顾他们的手上所做的工，为福音做见证。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即将教会推行的幸福小组，恳求主你亲自掌权带领，祝福其中，特别祝福每一个进到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软化他们的心，来接受救恩，恩典充满。我们也特别将我们这一期鼓励幸福小组的福长信昌长老，宝贝幸福小组的福长慈宝，紫苑幸福小组紫兰福长，遇到幸福秋玉福长，启动幸福小组齐举院长，安安幸福小组的喜安福长。我们将这几位福长仰望交托，恳求主赐下那属天的恩惠与恩典浇灌其中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
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为台湾的内政、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来祷告。那以耶和华为神的，那国是有福的；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便是有福。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内政还有外交一起来祷告。全的天父，从我们到你的面前，从我们来献上祷告，求你来带领台湾的社会，台湾的内政外政，都有你的保守。赐给我们总统和官员明代，让人心儿对着神的爱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台湾是你所爱的，求主把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的总统和官员明代，让他们的心耳对着神的话语来敞开，好叫他们能够按着正直和公义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带领台湾走出国际困境，外交得以突破。求主兴起环境，差遣合适的人向我们的总统还有官员来传福音。求主挪去一切的拦阻，赐给他们信心来领受救恩，也乐意代表我们的国家与神立约，使台湾成为神特别祝福人民安居乐业、上帝大赐福的国家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时我们来为身心灵软弱及病痛中的肢体来祷告。圣经耶利米书17章14节这样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；拯救我，我便得救，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这时候邀请大家来为肢体软弱的肢体求主信心，让他们能够信心仰望上帝医治的大能。一起来祷告。全的天父，求你来保守带领每一个互相交流的弟兄姐妹，保有身心灵软弱的地方，有病痛当中的肢体。哈利路亚，阿爸父，我们将病重中的肢体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释放他们身心灵的捆绑，在病痛中经历医治的大能。你是阿拉法，你是耶和华花拉，是医治的上帝。主啊，谢谢你将爱子耶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背负重担。我奉你的名宣告，耶稣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再次来呼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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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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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
你的宝血已经胜过死亡，十字架成为我们永远的荣耀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开启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。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吟唱这里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一路从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一路从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，现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，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。光明自由，敬拜神，一路从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，现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。公义主明亮晨曦，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。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，现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。现在永在的君王，现在永在的君王，现在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。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抹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。照我的荣美形象，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你发的他是人的软弱的，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并走行。如鹰展翅上腾，
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，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以他的大能力软弱里，他加力量，能够耶和华你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北越所有艰难和锋芒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神应许我们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要单单将眼目注视于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将得胜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，带领我们跨越风暴，重新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如鹰展翅上腾。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北越所有艰难和锋芒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，献上满心的赞美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领受你的圣灵、领受你的大能的时候，我们必定再一次重新得力，再一次奔跑不困倦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何等奇妙伟大的事情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困境、每一个困难当中，正是看见你的恩典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也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，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。主啊，用我们今早的敬拜，我们今早所摆上的时间，摆上我们的才能，摆上我们的恩赐，都真的是归荣耀给你，将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在宝座上得胜的君王。主啊，感谢你。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